再来看中国船丙船溺死2个人死亡的争议，咱海巡署讲，因为迄当阵海巡的人员无用通录影，所以是无影像的。即马煞互2个船外中国渔民指控是咱海巡甲因弄甲丙船的。国民党即马就跳出来批评海委会甲咱海巡斗暗黑。中国国台办昨嘛强硬要求咱得爱互家属一个交代。另外，若是金门的水域有争议，昨嘛传出马祖有中国的执法船只进入咱的禁限制水域。中国一枚快艇外界闪避咱海巡查缉，造成丙船2个人死亡的意外。海巡署证实，在过程中船身有几多遍接触，不过因为无录影。但是2位被救起来中国渔工是讲，是互海巡署弄到丙船才会搬海，2边讲法有出入。国民党团批评讲，海巡署在处理过程无依照规定录影搜证，这是海委会包庇。第一时间认为告诉国人是陆船蛇形拒检，但是现在又承认了高速追逐之下，船身有多次的接触，执法过程没有录影，违反标准程序。海巡署伫咧2月发声明讲，专案交予司法机关调查，希望将规件案件的事实忠实的呈现。不过，中国籍快艇2个人死亡的事件到即马也未煞。中国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李岩再一遍强硬表态，讲人命关天，要求台湾有关方面赶紧公布事实的真相，并且严听相关责任的人员，予罹难者家属一个交代。伫咧中国海警局宣布上台执法了，金厦水域对峙的情势愈来愈清悬。国民党立委王宏维再一遍讲，2月有2台中国的海监船进入马祖禁限制水域，海委会已经向伊证实。中国方面呢，不要把整个在特定区域尤其在金门跟马祖这个地方的态势就把它升高禁限水域里面的一个执法，这个是我们自己国家还有跟对岸长期的一个默契，这个部分我们的政府没有办法退让。对于外界质疑，未遣送2位被救起来外界掠鱼的渔工，是不是已经完成有关的程序？刘委会强调，咱港各有关机关依法完成调查了，2位中国籍人士无留置的必要，就人权保障由主管机关依法执行遣返的程序。记者综合报道。